1991年5月7日，空军官校开始招女性的飞行军官，头一批招30个新生，训练1年9个月，以校尉军阶服役4年。 空军在严格体位要求下，所招收的男性学生已经无法满足建军备战的需求，而这次波斯湾战争正使女性飞行员也可以担任不少重要任务。1995年5月7日，一代名称邓丽君，伫甲男朋友甲亲戚朋友去泰国清迈度假的时，伫饭店内面，因为血骨病夹起来不幸过身，享年43岁。 邓丽君是金钟奖最佳女歌唱演员，加中华民国10大杰出女青年，更加是真侪人心目中的军中女神。一代歌后雄雄离开世间，予各界真着惊，嘛老好歌迷无限的怀念。